唐太宗李世民有贞观之治呢，你看得政时候，被拔擢为弃天神呢。然后你看这三朝普渡时期、白羊天的时期，为了要知道要求一道呢，知道要求一贯道呢，要在南屏山那边跪着求济公活佛世尊老大人慈悲呢。南屏山那边是跪着求济公活佛慈悲的呀，点到呢，传授三宝心法呢。那叩头呢，叩头像捣蒜头那样，你看很虔诚的呢。然后他又立了大愿要救度众生，你看众生未度尽啊，不成佛，你看你这，所以才被封为叫文成帝君呢。文成帝君呢，元武真人是因为他有修炼的成果，才成为真人。你看。